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24号。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现在新能源汽车啊比较火。那么新能源汽车里面主要是它的电池啊，有这个三元锂电池，它最主要的一个正极材料啊就是钴。三元呢指的是镍、钴、锰啊三种元素组成的正极材料。那么这个镍呢，它主要是在印尼或者是菲律宾还有俄罗斯比较多，锰呢中国比较多，但是啊这个钴啊它最多的地方就是在刚果金，在非洲，其他地方都非常少。所以要搞新能源汽车，那么刚果金的钴矿那就意义非常重大。当然了，刚果金不光是钴矿啊，它还有金矿、铜矿。今天啊财经网它有篇报道叫中国矿业掘金刚果金商业得失全透视，它是主要介绍几家矿业企业啊，中国的在刚果金开矿目前遇到的情况和它的这个得失。通过这篇报道啊，咱们也了解一下刚果金。地处非洲腹地的刚果金南部加丹加高原有一片面积近 1.5 个中国香港大小的山地，这里是刚果金大型铜矿山，叫 TFM 腾科风谷卤煤矿所在处。4座大型冶炼厂过去5年在此拔地而起，14个大矿坑正在同步作业。2024年成为全球最大的铜增量供应输出地。来自中国河南西部县城洛阳栾川的民营企业叫洛阳钼业，这也是一家上市公司啊，和代表刚果金政府的国家矿业总公司杰卡明分别持有 TFM 80%、20%股权。历经2年艰难博弈，在被限制产品出口10个月等极限施压之后，落幕有坚持也有妥协，终于与刚果金政府达成新的利益平衡。一方面保住了股比和实控人地位，另一方面承诺6年上交8亿美元新增储量的权益金，以及给予国有份额相应的铜钴产品包销权。这个钴矿啊，它一般的跟铜啊，它也是伴生矿。它开采铜矿的时候，实际上里面有钴。全球大宗商品在新冠疫情进入之后进入一轮上行周期，尤其是铜矿供应吃紧。这个想象一下吧，俄乌战场上，对吧？155毫米的炮弹，150毫米的炮弹152的，对吧？那玩意弹壳就是铜啊，对吧？至于那个机枪、子弹、冲锋枪都是铜。所以这几年铜紧俏也可以理解啊。这个杰卡明啊，也就是这个刚果金的专门负责矿业的总公司叫杰卡明，转头就将自己的包销份额卖给3大商品贸易巨头佳能可、摩科瑞还有托克集团，各方都急于甩开膀子大干一场。2024年以来，能源转型、颠覆性的人工智能大发展，电力网络、电动汽车、数据中心对基础材料的需求暴涨，蝴蝶效应煽动着铜市更加繁盛。矿山投资者们意识到必须抓住时机，尽快把铜矿挖出来卖出去，卖个好价钱呢。热钱业已在全球市场追逐涌动。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主力期货合约就是伦铜一度上演空前的逼空行情，并于5月下旬冲至 1.11万美元每吨的历史新高。落幕在快速提产。 TFM 2024年铜产量预计增长60%至45万吨，加上其在附近刚投产的另一世界级铜钴矿 KFM， 今年落幕的铜产量预计增加 43% 至60万吨，中期产能目标是2028年增至80万到100万吨，成为全球一流的矿业公司。你看看河南的一家民营企业洛阳钼业，对吧？远赴非洲在刚果金搞几个铜矿，一举成为世界级的这个矿业公司。至少说明这走出去对吧？非洲也是大有可为之地2016年，洛阳钼业以37.5亿美元从全球最大铜业公司美国自由港手中收购 TFM， 但直到2019年换掉西方管理团队之后才大举扩张。先是在自由港遗留的一条产线基础上扩建，2021年8月又追加 25.1亿美元投资新建3条产线，4条产线陆续达产，使得 TFM 跻身全球前7大铜矿商。这个洛阳钼业实际上是刚果金矿业领域的后来者，从上加丹加省的这个首府鲁本巴西向西北方向延伸至卢阿拉巴省，就首
首府科鲁韦奇是一条长约300公里的铜钴矿带啊，也就是矿带啊，在这个延长300多公里。除了落木，还密密麻麻地分布着中国中铁、华钢矿业、五矿资源、中国有色、中国兵器、金川集团、北方矿业、紫金矿业、华友钴物业、金诚信、盛腾矿业。你看看多少家中国的上市公司全部聚集在刚果金。实际上啊，在 A 股上市公司里面，只要是搞矿的，恐怕都在刚果金啊有业务。而西方外资公司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因现金流困境与国别风险考量等因素，2012年前后大量撤出刚果金，仅剩下佳能可、加拿大上市公司爱枫豪矿业、欧亚资源等少数几家。我认为啊，这个财新网这个说法不是特别准确啊。为什么中国的矿业公司迅速崛起？实际上是因为中国的需求量大，你这市场在中国啊，你这个佳能可对吧？爱枫豪，我还知道加拿大一个叫第一量子，这些矿业公司啊，你挖出来之后，你还得卖到中国。不知道大家这个能不能理解啊？这个中国对铜的需求啊，好像应该是3/4吧，就全球3/4的铜啊都要运到中国来。那钴那就更别说了，三元锂电池，你除了往中国运，你还运到哪儿去呢？别的地方要不了这么多钴啊。所以说市场在中国，那中国的矿业公司那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大家想象一下，这些矿它都不是那种啊没人投资的，实际上它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人投资了。谁投资的呢？不是日本就是加拿大，要么就是美国，主要是这么几个，还有一个法国。那中国企业去都是从这些企业手上买来的股权收购的。我们接着看啊，他说2023年刚果金铜产量为284万吨，超过秘鲁，仅次于智利，成为全球第2大铜生产国，其中70%以上产量来自中资矿企。这是一个令中国矿业投资者兴奋的地方，是矿业出海最密集、最多元且普遍赚到了钱的国家。爱枫豪矿业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周超对财经网说中国连续5年成为刚果金最大投资国，累计投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作为欧洲殖民时代终结的标志之一，中非地区于1960年独立了2个同名刚果的国家，以刚果河为界，首都隔岸相望，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因而得名刚果金。前身为比利时殖民地，刚果共和国首都布拉柴维尔，简称刚果布，也就是把这个首都的名字简称在后面，从法属殖民地解体而来。这个刚果金地处于非洲大陆正中，与9国为邻，国土面积234万平方公里，为仅次于阿尔及利亚的非洲第2大国，被称为非洲心脏。它的铜平均品位是中国的5到10倍啊！中国也有铜矿啊，但是很遗憾，你的品位比不上刚果金的，它的品位是中国的将近10倍啊！什么概念？钴品位则是中国的10到25倍，而这个 KFM 矿甚至是中国的100倍，那品位。咱们叫平矿平矿最大的问题是开采成本、冶炼成本都高。这个刚果金铜资源储量7500万吨，占全球15%；钴资源储量450万吨，占全球50%以上。铜与伴生的钴资源均是能源转型的关键金属。对中国企业来说，这片铜钴成矿带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开发程度较低的矿藏富集区，后来者仍有机会一搏。中资企业都看到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铜金矿都会非常紧俏，而开采成本相对固定，要尽快扩产变现。一名在刚果金冶炼厂工作的中资企业管理人员告诉财新，大家对中长期一致看好，铜是长周期的投资，要提前布局。现在比拼的是项目潜力、团队执行力。洛阳木业副董事长李朝春向财新解释，多位人士告诉财新，只要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等议题重要性不变，铜价不存在大的下行风险。即便特朗普重掌美国白宫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也难以逆转这一趋势。当前是生产商的高光时刻。紫金矿业独立董事薄少川认为，财新在刚果金现场获悉，如铜1万美元一吨计算，当地在场矿商吨毛利均值能约有3000到4000美元，处于历史较高水平，也就是利润还是非常丰厚的啊。以刚果金矿商为核心资产的洛阳木业规模净利润创新高至82.7亿元，同比增长204%。既然利润这么巨大，这么诱人，
那么在刚果金开采这些矿会那么顺利吗？在刚果金的经营有那么容易吗？刚果金卡萨武布大学副教授龙刚对财新坦言，在刚果金做生意挑战重重，快速盈利困难，不确定性多，国家权力脆弱，政府治理能力不足，腐败严重，税收压力居非洲之首，生活成本高昂，公共基础设施质量差，国家电气化程度极低。刚果金电力供应仅覆盖10%的人口。刚果金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工业化是可见的脱贫通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700，且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改善。75%的人口处于赤贫状态，矿业贡献了约75%的 GDP， 其中卡莫阿与 TFM 两个项目就各自贡献了约10%。刚果金是中资企业来了之后才开始大范围投资的，以前欧美企业在这边干不起来。金川国际项目一位管理层人士告诉财经，一是当地丰富的资源禀赋尚未被国际矿业巨头垄断，二是中国新能源、电池和汽车等产业发展催生对铜、钴等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大量需求，吸引传统矿业公司和跨界投资者入场投资，形成了聚集效应以及成本优势。三是中国工程建设和供应链在当地落地生根，矿企投资、工程建设、矿业服务等多股力量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形成了正向循环。五矿资源代总经理陈毅向财新总结了中企近年在刚果金大刀阔斧投资建设的重要考量。实际上刚果金的这个矿业的发展呢，就是伴随着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这个产业发展而发展的。10几年前这个实际上就已经有很多中资企业在刚果金搞钴矿，也是全世界的钴矿主要集中在刚果金，就那一带，对吧？你要想搞钴矿，你就只能去那儿。我有很多同事就在刚果金搞钴矿，他们的描述中国的企业去了，你没有办法开采，因为当地的这个基础设施特别差。当地都是什么开采呢？都是当地的这个刚果金的那些老百姓跑到矿山自己去拿小这个工具去挖矿，一麻袋的背出来。然后这个中国的企业在那干什么呢？就是收矿石，就是矿石收购站。刚开始是收完矿石之后，就用卡车想办法拉到港口运回国内，后来是在那儿开始建设简易的这种加工厂，给它破碎筛，把这个原料再送到港口拉回国内。那都是因为当地的条件限制，基础设施它没有电呢。但是伴随着这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对吧？你靠这种方式没有办法满足，所以这些上市公司这些矿业企业就在当地开始投巨资修路、修电厂、修冶炼厂，从这个欧美企业手中把这个矿山的股权买过来。这个财新网说去刚果金淘矿的中国人普遍有一个共识，这个国家当前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可类比中国上世纪70、80年代。对中国企业来说这样的发展环境和过程都不陌生。我们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决问题。已在刚果金工作16年的华钢矿业总工程师陈新海亦认为，虽然矿轰轰烈烈干起来了，但真正发展不到10年。对刚果金的资源量来说也才起步，当地矿产、森林、人口等丰富资源还没有转化成发展优势。刚果金人口有1亿，劳动年龄人口占比70%，也就是说这个刚果金本身它就是这个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我记得有介绍刚果金的首都叫金沙萨，居然还是人口过1000万还是2000万，是世界什么10大城市之一虽然是贫民窟破破烂烂的，但是人口非常大。所以一个刚果金，你想1亿人口比越南还多你再多一点跟俄罗斯一样。非洲是值得去的。在上述矿业大会上，中国地质调查局国际矿业研究中心矿业政策所首席研究员张波认为，如果资源基础足够好，盈利水平足够高，可规避致命性风险，就值得投资。所有的地方都有风险，而绝大部分风险是成本问题，把风险算进去还能赚钱，是可行的投资环境。中国投资者如此务实的投资理念和进取动作正被全球聚焦，关系能源转型成败的铜、钴等资源上升为关键矿产，关乎大国对未来经济地位的争夺。包括刚果金在内的诸多全球南方国家近年再度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角力场。美国、
欧洲、日本等纷纷强化对刚果金等非洲资源型国家的兴趣，局势错综复杂。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啊，特朗普在全球开始寻找这种矿产资源，要不然他能跟这个乌克兰要签这个对吧矿产协议嘛？完了他还要那格陵兰岛上面就是各种稀有金属，还有铜矿。我记得是特朗普跟刚果金啊好像也达成一致，大家都看到了这一块，局势错综复杂呀。2024年进入第2个5年任期的刚果金总统啊，叫齐塞科蒂，曾表示他关注的不是哪个外国势力主宰刚果的矿业，而是如何分享清洁能源革命带来的财富。他说，美国与中国在关键矿产上的竞争不可避免，来自全球的关注以及多样化的合作伙伴对刚果金是件好事。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哪里更优惠就去哪里，而目前的可行方案是多国竞争，要价更高，欢迎更多投资者。国际钴业协会主席麦克劳德对财新分析称，欧美当前整体存在去中国化的倾向，刚果金也希望树立一个独立的形象。不过地缘风暴是地缘风暴，市场是市场，而市场需求还会强劲增长。他对中国企业的建议是继续做下去。实际上只要说到钴矿啊，还有铜矿，你不管谁去把这矿产拿到，你最终你的市场在中国，你还得卖到中国来，这里面就中国的企业它就会有一定的优势啊。你实际上没有其他地方能消化这么多钴矿啊，你要那么多钴干什么呢？做什么？大干快上，中国企业成体系的出海。2002年，刚果金颁布第一部矿业法，开放矿业投资。曾在中国留学的刚果金前任总统卡比拉自2001年起在任18年，相对友好的对华政治环境铺开了中资企业的发展空间。这个大家就知道我为什么还是比较支持啊，让非洲那些国家的留学生啊到中国来留学。前年对吧，国内掀起了一股，当然现在还有啊，排斥这些非洲的留学生，实际上这是目光非常短浅的。你看看啊，这个刚果金的前任总统卡比拉，他就是中国的留学生。你想想，你这么多留学生里面，只要培养一个这样的留学生，那你说中国这个投入的钱就全回来了。刚果金对华友好，所以才有那么多上市公司跑到那儿去挖矿啊。遗憾的是啊，这国内这种排外啊，这种瞧不起非洲，对吧？就是丑化，就是非洲留学生啊，有个别的，其实全世界其他地方留学生都差不多，总有个别人呢是害群之马。但是你不能因为有个别人害群之马，你就否定，对吧？非洲这个留学群体啊，他们是穷，正因为穷你才有机会，人家有钱谁到你这留学啊？没你的机会。所以让非洲的留学生来留学，给他发奖学金，一年多少钱，完了给他住的稍微好一点，吃的好一点，这很多人呢他就看不惯，你失去的是机会啊。所以你看啊，从这个刚果金这个总统啊卡比拉就能看出来。所以你看啊，我一直都是支持这个让非洲的人呢到中国来留学。你给他一个人一年花10万，其实不多啊，他那10万也没拿到，又不是美元拿走了，他是在国内消费掉了。这个就是眼光。以华钢矿业一期建成与落幕收购为界，中国企业开始在刚果金规模化投资，并在2019年后进入加速期。国内部分资金从房地产领域腾挪出来，转入技术门槛不高的冶炼领域，也就是房地产的那些资金全部转行进入这个冶炼行业。冶炼行业就是到国外去了。中国中铁旗下的华钢矿业是中企在当地首家大型矿山冶炼项目，一期于2015年11月建成投产，自主设计自主管理；二期于2019年8月启动，2021年6月建成投产，两期年产金属铜25万吨。而中国中铁在刚果金的业务始于2007年中标刚果金首都金沙萨的长安街630大道项目。合资公司华光矿业于2008年9月成立，中国中铁、中国电建、华友钴业、刚果金国有企业分别持股41%、25%、1%、32%。你看啊，这个华钢矿业的这股东构成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对吧？中国中铁大股东，中国电建，为什么要中国电建呢？也就是说在当地要建电厂，大家也有一股。中国中铁是干什么的？它是央企啊，它因为在当地修那个630大道，它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它要出钱把这个矿山拿下。首先你就要修电厂，那就中国电建就来了。那你搞了钴干啥呢？对吧？你要铜干啥？中国中铁啊，对吧？你主营业务是基建修铁
铁路啊，所以你看啊，华友钴业就进来了，对吧？你来负责冶炼，你负责提供技术，完了这钴矿、铜矿炼完之后你拿回去。甘果金国有企业占股干什么呢？那是人家替国家持股。你看，这就是通常的一个矿商的一个这个企业的一个股东啊架构。哎，中国中铁就负责基建，负责修矿山，对吧？这个华友钴业负责提供技术、提供市场，中国电建就负责修电厂。类似的项目啊，我参与过，对吧？就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涉及到市场就是要卖到宝武集团，我们这个项目要涉及修电，对吧？电厂，所以要跟什么华电集团合作，所以他们都要投资，都有占股的。那么这个代表甘果金政府持股的，那他持着干股啊，他1分钱不出，而且他那股份不能稀释，就比如20%股份，那就永远是20%。你再加大投资，人家1分钱不出，然后人家还是占20%。这是甘果金截至目前唯一的以矿场换取基础设施的协议。也就是说啊，中国中铁啊，你在那儿给人家修630大道项目，人家不给你钱，给你的是资源置换。所以你看啊，这就是中国企业，也被称为资源财政化一揽子合作。华钢矿业获得当地单体最大露天铜钴矿的开采权，探明金属资源储量含铜868万吨，含钴54万吨，代价是承担相应的基础设施投建资金。那中国中铁作为首先出海的央企啊，它帮这个甘果金啊搞基建，对吧？修路、修桥、修房子，人家甘果金没钱就给你矿开采权，所以这个中国中铁在甘果金啊累计约有30万吨铜的生产规模。实际上不光是中国中铁这么干啊，其他的中国的央企到了甘果金都是这个模式。与中铁资源开发节奏类似的还有另外一家央企叫北方矿业，其2008年入手卡莫亚铜钴矿，一期于2016年10月投产，二期于2020年11月陆续投产。另一座庞比铜钴矿项目于2019年6月开建，2020年9月投产。两个项目规划设计铜产能约14.5万吨。不光有这个中国中铁啊，还有这个洛阳钼业，还有一个名气比较大的就是紫金矿业、华友钴业啊，他们都在这个甘果金啊有非常大的投入，也拥有非常大的这个铜啊钴的这个矿产资源。那中资企业还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都是配套的，矿山机械，对吧？这冶炼系统你全部都是中国自己产的。中国的设备基建领域产能同步配套，跟进非洲淘矿大军。2023年甘果金市场销售的900多台矿车中，中国车已占90%左右，其中高性价比的零工重机占甘果金矿车需求的近半份额。当地矿山玻璃开采啊，均价也从每立方米8到9美元降至3到4美元。另一家工程机械龙头徐工机械进入当地矿车市场稍晚，通过先用后付等营销策略，在甘果金猛追。围绕矿业项目，中资企业在甘果金修路修桥、搭建电缆。从鲁本巴西到科鲁韦奇这条矿带之前没有路啊，连小路都没有，通行耗时5天。到2017年以后啊，这都是中资企业在那修的啊，有了一条通行4-5个小时的公路。基础设施自中国企业进去之后有了实质性改善。周超对财新称啊，早年占据资源的欧美企业认为修路修桥苦力活，成本高，回报小，也就是欧美企业在那儿把那矿山啊开采权拿到手之后，几十年开采不了，就是因为它的配套能力不行，成本太高。只有中资企业去了之后啊，这些苦活累活中国人能干，修桥铺路吗？我们通过自身协同整装出海，通过中国基建与矿业一体化以及内部高效率去战胜环境的低效率。欧美撤退、现金流危机与政治风险夹击，甘果金在1908年初成为比利时的殖民地。从同年殖民者在当地设厂炼铜算起，矿业开发历史超过100年。1996年蒙波托独裁政权垮台，2002年内战结束，对外开放，欧美、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国际矿业公司在这两个节点大量涌入甘果金，但受全球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冲击，加上2016年到2018年总统换届震荡，总统选举拖延引发抗议，欧美企业认为在甘果金投资风险加大，陆续剥离当地资产。2012年1月，中国甘肃国有矿企金川集团，这个金川主要是生产镍矿的啊，镍以12.8亿美元
超过另一矿业巨头淡水河谷的报价，成功竞得南非中型矿业公司叫梅特瑞斯100%股权，包含中非矿带上5个铜钴矿，其中4个项目位入刚果金。这个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啊，从欧美企业手上开始收购股份，把这些矿山啊就拿到手了，开采权。国际矿业企业欧亚资源在2012年以12.5亿美元从加拿大矿企第一量子手中收购了包括什么铜矿在内的刚果金所有资产，后者因合同纠纷被取消矿权许可，只好彻底退出。这个加拿大的第一量子，它主要也是做镍矿和钴矿。中国企业能买到的好东西还是少，要从国际大公司手里收购优质矿产，堪比虎口拔牙，只有对方揭不开锅时才有机会。这当然了，人家手上拿那么多矿，对吧？那你能买到的肯定都不是特别好的，他要自己留着开采，实在开采不了他再卖。欧美企业退出主要还是无利可图。当地一名中企员工观点颇为直接，西方矿企对利润率要求高，但勘探开发运营成本偏高，流程和决策效率偏低。发达国家的福利待遇和视野在非洲完全照搬并不适用。 TFM 生产调度中心负责人陈涛认为，中国已经构建起自身能力，可以协同非洲一起去做成发达国家认为难啃的事情。那么中国企业在非洲在刚果金啊有没有问题呢？它有优势啊，刚才已经说了啊，一个是市场在中国，第二个咱们是叫整装出海，就是配套便宜，对吧？从基建到发电到矿山机械到开采技术到冶炼，你成本都比别人低，而且你都是配套的。那中国企业在那儿有没有问题呢？为什么近10年这么多中资企业敢接过外企资产来刚果金淘矿？就是对风险认知和把控能力不一样。中国具备从矿业开发技能、工程师、技术工人到设计、装备、工程建设、施工安装、原辅材料等系统性优势，集群效应在实践中凸显。更低成本之下，中方可以面对更具挑战的矿业开发环境。高效率与低成本是中企的法宝。他说，我们把欧美构建的100年矿业产业秩序打破。中铁七局的海外公司刚果金地区这个叫党支部书记王艳强对财新说，管理上有点力不从心，后面节奏可能要调整。一名当地矿企管理层坦诚，中资矿企现在互相疯狂挖人，而国内年轻人不愿意到非洲来学冶金的，一毕业就改行。我们接下来要在本地办学校，办矿业培训班。多名了解西方矿业开发模式的人士提醒，中企将国内开发模式带到刚果金，牺牲员工健康与休息时间，降低安全标准，极度压低供应商价格。这类透支式的做法不具可持续性，更不具备到其他成熟市场的复制能力。这个就是比亚迪在巴西遇到的问题。也就是说啊，你现在这一套搞法在非洲啊适合，为什么呢？因为非洲穷，非洲的环保意识还没有，非洲这个人的这个权利啊，劳工的权利的意识还没有，样样都不完善，所以你这中资企业这一套搞法在那儿如鱼得水。你但凡去一个稍微这个成熟一点的市场，你就不行，连巴西那样的地方他都不允许你这么干。这就是中资企业的劣势。也就是说，咱们出海啊有优势也有劣势，你再加上啊非洲那么腐败，所以说中资企业叫山高皇帝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就更难管理。当然了，这些啊或许啊通过各种手段，对吧，各种制度，也可以尽最大可能的约束，但是这个非洲政权的这个稳定性也是啊就是投资方所担心的。因为非洲它毕竟不是一个成熟的，对吧，这种社会啊，这个有完善的法律体系。那非洲政府有点像军阀呀，就是刚果金啊，他换一任总统上来，前任总统的那些东西他都不认，或者认也行，在你这基础上再加码，对吧？这个原来的总统啊，他一上台之后，他把你这个能从你企业身上收到的税啊和这个资源税，对吧，利益分红，他恨不得把你20年的都收完，未来30年的给你收完。那新的总统一上台呢，他没得收，他只好收未来50年的再加码。这个表达不一定准确，但是意思大家听懂。鹅城的税都收到90年以后了，就这个道理啊。那这对那个中资企业来说，问题就来了，你就不停地改这合同，你的承诺本来承诺啊，未来5年我们能给你带来分红10个亿美元，现在不行了，现在你要承诺15亿美元，所以你这个风险就越来越大。
这个跟他的这个政权的稳定有极大关系。多名人士进一步分析，刚果金会在中美之间寻找利己的平衡，一方面不会放弃中国，因为自身最大经济命脉和税收来自中资企业，且中国不干涉其内政；另一方面，刚果金也要仰赖欧美提供的政治与安全支持。所谓的实惠主义就是谁给好处就跟谁，谁给快速利益越多就跟谁。一名中资矿业企业管理人士如是描述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简单的理解，就各取所需。对刚果金的政府来说他换一任总统，他就需要你去帮他敛财，你去帮他搞收入，对吧？你给他多交税，那谁能干这事呢？恐怕就是中资企业可以，欧美企业他做不到。但是呢，中国能够给他们政府提供的安全保障也没有。你看那个去年还是前年，瓦格纳就在刚果金，对吧？一次就是在争夺金矿，一次处决多少大国的这个工人呢？就说明他那个地方极不稳定，还在内战呢。所以在安全上面，他又希望美国给予一些保护，所以他就会在中美之间摇摆。缺钱找中资企业，缺安全找美国。财经网的这篇文章非常长后面都挑重点介绍了一下，也就是中资企业在刚果金，它有优点也有缺点，有好处也有坏处，有机会，对吧？但也有风险。通过这篇文章，我们能够大概了解中资企业在刚果金对吧，是什么个现状。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